少，有啲等唔切瓜老襯，每年死5000幾人。呢個就係香港。如果你有個民主政治做基礎，邊個夠膽令到啲老人家咁樣流離失所，冇人照顧？我做議員6年，我喺地區上面嘅工作主要就係做老人家嘅工作，每個月都有生日會，派米派月餅乜都做，幫啲老人家驗眼做白內障，揾人贊助又做，係咪？呢啲嘢政府應該做，唔係我做啊嘛。我哋係咪冇錢啊？有錢，有錢而唔做。好啦，喺中國大陸堅持社會主義道路，結果變咗官僚資本主義，香港不遑多讓。所以鄧小平當年提出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，佢嘅睇法係咩呢？50年之後，香港同大陸嘅差距會拉近。所以而家要一國兩制，俾你香港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，我哋就行社會主義制度。結果大陸比香港更資本主義。嗱，呢種情況係鄧小平預料唔到嘅，所以先搞到今天嘅官商勾結、利益輸送。中國大陸同香港都一鳩樣。大家睇下許仕仁講嘅嘢喺法庭，你就知道咩叫做利益輸送。點解你做官可以做到？俾你做政務司司長，梗係你做多幾年。我好大使啊，唔夠使啊，都係唔好做政務司啦。喂，大佬，政務司長300萬1年年薪，有官邸俾你住，你唔住，走去住呢個禮頓山，唔使錢嘅，一樣係新鴻基俾錢嘅。喂，香港點可以搞到咁咧？嗱，我又好心涼嘅，因為許仕仁我曾經同佢改過個花名，我係最叻同人改花名啊，各位。老懵懂呢個名係同佢改嘅 ，OK？ 689呢個名係我同佢改嘅 ，OK？ 當年許仕仁我幫佢改個名，叫做也許仕仁，也許仕仁跟住就也許不是。我有一次同佢食飯，有一班人，我就同佢講笑，我話喂，阿許老爺，佢花名叫許老爺，好巴閉嘅。我話我幫你改咗個名喎，咩名啊？我話也許仕仁咯，面都黑晒，因為佢係好聰明嘅人，佢知道下邊嗰句就也許不是。咁我有時我覺得我都好叻，改名咪改中咗咯，仆街！你睇下而家係咪？香港舊陣時呢啲咁嘅政務官係唔可以出現類似嗰啲咁嘅人，有一個好嚴格嘅品格調查。有咩理由你爭到周身爛債？做緊積金局嘅行政總裁，900萬1年年薪嘅時候，你原來仲爭緊新鴻基旗下嘅財務公司錢。你個品格審查真係流嘅，係咪？你係唔可能一個政務司司長，喂，你可以爭人咁多錢咁啊，大佬！英國佬對香港有咩貢獻呢？各位，民主佢就冇乜貢獻㗎啦，但係佢建立一套相當好嘅文官制度。我哋香港嗰啲所謂政務官啲 AO， 全部係打木人行出嚟嘅。最早期嗰啲一定係 Hong Kong U 天子門生，英國攞嚟利用呢間大學幫政府去培訓人才。而家你就算入去政府做政務官考嘅 AO，Hong Kong U 都係優先過中大嘅。我話俾你聽。當然，而家啲水平同以前嗰啲爭好遠。以前嗰啲真係打得嘅，但係佢哋有一個特色就係政治中立，係一個行政主導、技術官僚，一個好好嘅文官制度，仲有高薪養廉，一定好高人工俾你。香港嘅公務員係全世界最高薪嘅公務員之一，其實係排第2嘅啫，第1係新加坡，第2就到香港。喂，我哋而家呢啲咁嘅所謂常任秘書長20皮1個月嘅，仲有好多津貼嘅，做到司局級嗰啲300萬年薪，係嘛？仔女讀書又唔使錢嘅，而家我啲公務員去英國讀書唔使錢嘅，知唔知啊？高薪養廉，有一套文官制度，因為冇民主，所以司法一定係獨立。英國佬就呢樣好嘢，係咪？司法獨立係普通法嘅地區，政治係廉能政治，
廉潔有效率嘅政府，司法係獨立，資訊自由流通，就係冇民選政府，冇民選議會。但係你有一個健全嘅司法制度，一個健全嘅法治，有一套好嘅文官制度，廉能政治，有言論自由，你就可以彌補咗嗰個民主政治嘅不足。但係回歸之後，呢三大核心價值相繼崩潰，係咪啊？廉能政治沒有了。呢一個湯顯明，我幫佢改咗個花名叫明顯湯。我哋帳目委員會針對呢個審計處嘅衡工量值報告，話呢條契弟中意飲呢個茅台。